三甲前往呢高雄圣教会去正道，又为着伊伫高雄圣教会服侍来祈祷，为着牧师11月17到22，要去深圳培训，请为着牧师祈祷，也为着咱教会伫这个圣诞节时阵，咱来看周报第6页，请咱看周报第6页。周报第6页上界下骹面迄个所在遐，咱有2025年咱教会即个圣诞节的系列的活动，毋是为着庆祝圣诞节来庆祝圣诞节，是透过即个圣诞节，咱要正做社区、城市更较大，将福音分享予即个心灵活命需要的市民，咱的同胞。所以，咱伫主的面前，三甲做伙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也有备咱家己的心。圣经讲，诚侪圣洁合乎主用，准备行逐样上帝所欢喜的代志。所以，咱就为着这3项代志，咱先为着这3项，第一。稍微传道，今仔日伫高雄圣教会服侍为祈祷。第3，牧师要去深圳培训。第4，为着2025年咱圣诞节的福音行动，求主来路用咱，互咱的教会继续伫这个城市带来祝福的能力甲权柄。咱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上帝，你的听甲阮同在，赐恩伫阮当中。你是主，得胜的主，你是稳定的主，你路永远。无论阮到伫什么款的所在，你伫当中。主，你讲，你来用遐个手结心清，愿意甲主你三甲同工的人。主啊，阮所以感谢你，互阮伫你的稳定下面会通诚侪。传福音、报好消息的百姓，你的能力、你的稳定、你的祝福、你的疼痛，丰丰富富伫你家己的教会内面。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感谢，祝你赐恩伫安乐圣教会，互安乐圣教会伫上帝你的疼痛、你的稳定，甲你的引带内面，会当诚侪社区、诚侪城市、诚侪国家，甚至诚侪列国的祝福。阮的主，阮的上帝，阮伫即时仰望你的听，愿你继续赐恩，甲你的百姓三甲徛起，因你名的缘故，互阮会通因主你圣灵的引带，祝福阮三甲同心，或者是个人，或者是全体，拢伫上帝你的稳定的下面，诚侪传福音的大群，为着稍微传道的服侍。为着世间的服侍，为着教会全体兄弟姊妹三甲做伙动员，伫即个圣诞节的日子，主阮所要做的一项代志，就是透过因为人的即当中对着即个节期的人物，主啊，阮用即个机会，也诚侪一个传福音、见证上帝、报好消息的稳定的日子。主啊，你路永远每一个人，因着你家己的权能，因着你救恩的怜悯，主，阮仰望你，因为你为阮来降世，因为你赐恩伫阮当中，因为你为阮对死搁活，并且活到永永远远。所以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主，阮感谢你，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于你。愿你的平安疼痛，丰丰富富，甲你的教会三甲同在。也为着阮今仔日会当三甲做伙组织，伫上帝殿中，阮来感谢，为愿主你圣神继续引带阮，保护看顾引带，互阮的心，互阮的灵，甲主三甲徛起，安静伫主你的面前，来亲像玛利亚来听叹基督的引带。主，你讲这是上界好的福分，也是世间人无法度甲阮夺去的。为愿这个平安、这个福气、能力、权柄甲稳定，伫你教会每一位
你所疼痛的儿女的身上大大显明出来。愿将一切颂赞、感谢、恶乐，拢归乎你。恳求圣灵继续引带阮下面的时间，祝你来业纳阮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免。来，请林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平安。消息报告：第一，今仔日扫尾传道，前往高雄圣教会正道，敬请兄弟关心代祷。第二，今仔日下晡3点，南部教区秋季大会伫三民圣教会举行，敬请兄弟一同为教区甲着各教会事工代祷守望。第三。11月17至22，廖牧师将前往中国培训，敬请兄弟为牧者的侍奉得力、行程平安、祈祷守望。第四，11月21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敬请兄弟有留时间参加，一同为国家城市。祈祷守望。第五，11月23，中台新学主日，黄志优老师将莅临本会正道，甲着劝募，敬请兄弟有备心奉献，一同关心学院各项事工。第六，11月23，将举行年度职事改选，候选名单已经刊伫公报栏，请各位兄弟守望代祷，求主兴起同工同心侍奉主的教会。第七，11月23礼拜六上早起社区圣诞联欢会，摸彩活动奖品。木珠礼物需要专心食用，有茶啊或者是包装，请伫11月23进前交予文娟传道。第八，教会将伫11月13开始圣诞祝福行动，11月19将举办快乐特会，招募祈祷。服侍同工有意愿参与的侍奉的，请向瑞泽兄弟来报名。第九，11月21，圣诞主日将12月21，圣诞主日将举行洗礼式，有意愿的，请向牧师同工，牧职同工报名。敢有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咱的周报吼，第7点，顶礼拜日扫的传道有讲到讲，咱的疼要付出有一个足实际的方式。普通时咱真是感谢咱教会迄个大部分是社青，乡青，乡青投入伫咱社区的福音事工吼。离今年有较特别，圣诞节社区的活动是要伫咱教会举行。往年圣诞节拢是安尼，但是今年呢，因为感觉往年的奖品拢较欠缺啦甲别人的礼办起来所以今年呢，就想讲，互兄弟姊妹有即种的机会会当将你的疼心来支持即个某种的奖品的提供。那即个
目前呢，阮是有算差不多70个奖品，因为大约上少出色的180个，所以咱嘛至少伫要将近差不多一半的人，互因有机会会当抽到奖，那特别即个奖品，因为往年呢有发现到大家人真热心提供出来。但是呢，物件迄个就是讲，虽然新无用过，毋过囥几啊冬，然后旧想，所以若是即种，其实咱也看见，咱就互人无中到，即种的感受无啥好，所以我特别爱来报告，就是讲，伫咱的奖品的顶面，咱即届需要是较实用的。佫真正无用过，甚至呢，你会当用一个袋仔甲缀起来，也是有甲包装。你若真正无法度包装，阮即届有一个包装组，会来处理啦，提供。昨有一位姊妹，伊讲安尼，我敢会当摕衫啦，我讲歹势啦，衫等下查甫抽到，抽到查某的然后伊个即个衫都无啥特动啦所以我甲会感谢他，安尼讲不适宜关衫，所以咱知影讲，就是爱较实用的啦安尼较是普遍性目前呢，即摆礼物需要爱个。有大家人继续支持有一个姊妹伊就关迄种啥清洁用品，今天会拿来其实清洁用品无足贵，毋过伊就关20罐安尼数量就济我毋是讲咱就一定安尼，你家己照你的情形提供出来。爱先摕互我先看一下啦甲交互咱最后包装组来处理以上若有啥物无明白较来问我伫酒保的所在，迄个第6页咱圣诞节有几个活动，其中一个创宁圣诞庆祝会，伊即个就是参加创年的人，咱拍算一季最后一节课，就是来办类似幸福小组的即种的性质，那互咱参与的人会当对有迄个机会，佮加接触你即个信用的了解，但是即个日期呢，则要调整一下，因为顶礼拜台风，所以时间拢往后延，所以即马是改做12月初3，离到先独居老人报佳音，甲来甲是即个创宁圣诞会庆祝会，感谢大位。感谢主，黄天传道甲咱真周济、真清楚的报告。希望咱肯伫心内面祈祷，也希望咱有用行动实际来参与。就是咱要用诗歌来敬拜咱的主。还有姊妹，个线上的弟兄姐妹，愿大家平安，大家喜乐充满。好，来看大家旁边的容颜有没有喜乐充满？我们有个欢喜的心。来到上帝殿中，咱请起立来敬拜主。来，咱大日亲的你，抱着真敬拜，是给主领导我同在。为基督的英雄受苦。
的山高。尊敬阿拉，也敬阿拉，你安排阮当行着马尾插草。尊敬阿拉，也敬阿拉，我欢喜神坛行天路。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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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献给主，献给主，你甲阮同在，为一日你拢受事高野的归来，引带我行信心的山高。尊敬阿拉，也敬阿拉，你安排阮当行着马尾插草。尊敬阿拉，也敬阿拉，我欢喜神坛行天路。万难就尽地力，抱着千点半，献给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事高野的归来，引带我行信心的山高。尊敬阿拉，也敬阿拉，你安排阮当行着马尾插草。尊敬阿拉，也敬阿拉，我欢喜神坛行天路。咱泡泡啊来，泡泡啊来。尊敬也敬拢主的心意，咱无一个人讲啊，我出世了无着交代啦。咱毋知安尼，捌安尼来讲，无讲啊，我出世了毋着死去。其实拢袂，因为主安排拢安怎袂话差错。阿门！来，去较紧的速度哦，1、2、3、4，嘿！咱大主尽地力，抱着千点半，献给主，你甲阮同在。为一日你拢受事高野的归来，引带我行信心的山高。哈利路亚！尊敬阿拉，也敬阿拉，我的阿拉，你安排阮当行着马尾插草。尊敬阿拉，也敬阿拉，我欢喜神坛行天路。尊敬也敬来，尊敬阿拉，也敬阿拉，你安排阮当行着马尾插草。尊敬阿拉，也敬阿拉，我欢喜神坛行天路。我欢喜，我欢喜神坛行天路。咱伫主的面前自己，真正是欢喜行天路。人啊讲你要去倒的，我要来礼拜，吼，毋是要去买菜。哈利路亚，我要来礼拜，哦，感谢主，哈利路亚。一脚步一脚步对主的脚步来行，咱着稳当，拢心拢袂惊，吼，无惊，吼，心拢无惊。欢喜，欢喜快乐甲主同行，步步对主心无惊。日日大主尊贵他乡，地高
合作党，行心真安稳，打出国志向亲近，做爱心手把手完成，无归人，也来听话。为这个军队主的脚印，为这个军队主的脚印，一脚步过一脚步，主耶稣甲我同行，以后的心勇敢地行。为这个军队主的脚印，为这个军队主的脚印，一脚步过一脚步，主耶稣甲我同行，伊路的心勇敢做伙讲来唱。一脚步，一脚步，我靠生命扶助，对耶稣，对耶稣，用真本找披露，不对，只可以隐藏。也可有老人弥合，山岭水光我愿更亮，可心心等风作行。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是阮保护，是强的面上看顾，我要遵守伊的命令，把主道行到底线，为这个军队主的脚印，为这个军队主的脚印。一脚步过一脚步，主耶稣甲我同行，伊路的心勇敢地行，为这个军队主的脚印，为这个军队主的脚印，一脚步过一脚步，主耶稣甲我同行，伊路的心勇敢地行。哈利路亚！一脚步，一脚步，我靠生命扶助，对耶稣，对耶稣，勇敢奔走披露。一脚步，一脚步，我靠生命扶助，对耶稣，对耶稣，勇敢奔走披露。一脚步，一脚步，再回来。我靠生命扶助，对耶稣，对耶稣，勇敢奔走披露。哈利路亚！感谢主，因操我每一个人的脚步，我用伊活命献给你。这就是阮对你贴的回应。哈利路亚！
继续敬拜，在你面前。我心切切靠过你，主，我要紧紧跟对你，你的主爱永远的地，你信心的高原我主爱我，因你奇妙生命，嘿主我的恶路，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连他无力量我完全相信你宝贵恩惠，我爱你的怀拥，我用生命挂上你的稳定，你教我记你免呼叫耶稣的名。耶稣，主耶稣，有永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有永我一生。我心切切靠你，主，我要紧紧跟对你，因为你主爱永远的地，你信心的高原我主爱我，因你奇妙生命，嘿主我的恶路，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连他无力量我完全相信你宝贵恩惠，我爱你的怀拥，我要用生命挂上你稳定，你教咱做伙来祈祷，为家己的信心，为家己听主的心来这下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在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满满的感恩。在你面前，我献尽我的心，献尽我的全力。我要还是主你会教导讲，要尽心尽意、尽力来听主我的上帝。我要在你面前讲主啊，你何等的美好！除了你，我袂为做啥物。就到你引带我的脚步，就到你引带教会向前的脚步，你向世界人来述说你的恩典的奇妙，佮伫耶和华上帝内面所有的美好甲作为。主啊，互阮的目睭受你开启，看见迄个阳光，也靠无迄个阳光。讲主啊，我的心切无你，切无你，赢过我家己所求所想的。感谢上帝，今仔日的礼拜，愿你来下รับ，阮的面前，伫你面前幸福跪拜伫你面前，愿你引带继续用你的快乐来引带，哈利路亚，耶稣。主
天下的主上帝，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着要除去阮的罪，把阮带倒转来，伫你的救恩内面，互阮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名，赦罪恩典，搁活的能力，得到儿女的权柄。主，阮感谢你所享受一切丰盛甲恩典。阮伫你的面前，感谢所享受阮这一切。主，这活命既然是对你所来，奉献放伫你的手中，的确也会真侪上水的礼物，就是用阮的活命一生来服侍主。听小厝边，遵照主你的话语来行，迄就是阮奉献予你上介大的礼物。但活着的无搁再是阮家己，乃是基督伫阮的内面活，互阮会通为基督来活。愿感谢上帝所享受这款精神活命能力甲权柄，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乎你，愿平安伫你的百姓当中，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同齐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请坐。继续用上帝话来启应。今仔日启应文就是8福。迄什么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因的。爱读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得到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承受土地。要伊较无义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得到饱足；连属人的有福了，因为因要望临俗；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得见上帝；互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称作上帝囝；为日伊受到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因的。人若因我来辱骂恁、逼迫恁、捏造逐样的歹话来诽谤恁，恁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顶的赏赐是大的。阿门。上帝的话，何等的美好！继续咱也着听到来领受明日牧师所要分享的。咱请三甲做伙掀开周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约翰福音》第4章节录的部分，请。主知影法利赛人听见伊受门徒施洗比约翰搁较济，其实毋是主所亲自施洗，乃是伊的门徒施洗。伊就离了犹太，搁往加利利去，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对安尼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
互伊的囝约瑟的迄块地。耶稣讲：“我的食物就是遵行找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伊的工。恁检是讲，到收割的时阵，还阁有4个月。我甲恁讲，夜幕午餐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会当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即自5谷到永生。”互野种的甲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讲：迄个人野种，即个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找恁去受恁所无劳苦的，别人劳苦，恁享受因所劳苦的。迄个城内有一寡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迄个妇人人做见证讲。伊将我所来所行一切代志，拢甲我讲出来了。对安尼，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伊伫因遐尼住落来，伊就伫遐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加济了，就对妇人人讲：即马阮信，毋是因为你的话，是阮亲自听见了。知影这真是救世主，阿免。搁再一届，咱来祈祷。亲爱的主圣灵，愿你亲自保守引带阮，使阮伫阮心灵的深处。主伫这个世界纷纷乱乱的时刻，搁较需要你的话伫阮的心。愿你保守，互阮伫这1-2点钟的时间内底，特别是甲主你安安相念，互阮紧紧跟对你。圣灵啊，开启阮的心目，互阮看到你活命的道路，阮就跟对你的脚步，互阮一路。行往上帝你的国度，同心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圣诞节伫要到，表示一年嘛已经过去。我昨读到一段话，真有意思。迄句话内底安尼讲，你一日敢烦恼钱无够用？也毋捌咧想讲，你阁会当活偌久？听即句话吧。伊讲真有，我感觉即句话真有意思。伊讲你一日敢烦恼钱无够用，就无烦恼讲你阁会当活偌久？即句话真有意思。其实咱人拢期待讲咱会当活了较好势，但是要安怎做活了较好势？圣经内底着咱提醒，咱会有真侪无用。真侪忙碌，但是圣经内底甲咱提醒，人的劳碌拢为着嘴会当食饱，总是迄个心都未满足。所以咱其实一直咧期待是迄个心会得到满足，但是圣经内底甲咱提醒，咱的人生毋是竞争。毋是伫迄个所在感觉，咱要安怎样才会满足？有个人是靠名声咧生活。咱斟酌看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4章1-5节。迄个时阵，主耶稣主知影法利赛人听见主耶稣受学生施洗比约翰搁较济。迄个时阵，介出名的是约翰，真侪人甚至罗马的兵罗马的兵也阁去接受约翰的洗礼。这个意思是啥呢？这个意思就是伫日本时代的时阵，了咱台湾人去互日本管，但是迄日本兵也是日本的军官走来甲台湾的牧师讲，牧师我嘛要洗礼。安尼，这都毋是真小可的代志，因为迄阵日本是咧管台湾，但是日本的军官、日本的兵
走来甲台湾的牧师讲，我要洗礼，可见你就会了解，施洗的约翰，伊的官兵，伊的名声何等的悬。这当中哦，主耶稣知影法利赛人听见伊受门徒，并且施洗比约翰更较济。约翰非常有名声，但是主耶稣即时，约翰因为伊清楚知影耶稣是要来的迄一位，所以约翰介绍伊的学生来跟对耶稣。约翰无掠名声，做伊人生生存的法则。耶稣基督迄个时阵嘛，毋是用招生外济来显明家己的名声。迄个时阵，亲像约翰这个人，有真济的人，因为因有收学生，学生济甲少，有淡薄仔亲像咱即摆的补习班，学生济，趁钱济。学生济，安尼供养师傅的人就安怎，就济，就会趁钱。但是耶稣基督，伊知影，法利赛人听见伊收学生比约翰更较济，约翰已经比法利赛人较济，耶稣阁比约翰较济，所以法利赛人生出一个怨妒的心，早就怨妒啊，即安怎？怨妒了愈厉害，但是耶稣基督无爱和因正面冲突。圣经讲，安尼伊就离开犹太的所在。伫迄个时代内底，犹太即块土地是非常反对耶稣的。那用即马来讲，就是讲台南即块土地真无欢迎耶稣。但是呢，桃园、台北家人迄方面的啦，非常欢迎耶稣。所以耶稣安怎样，伊就离开犹太地，伊无爱和这怨妒伊的人三甲做伙正面冲突。因为耶稣基督来，毋是为着名声。主耶稣讲，我来了是要互人得到活命，并且得到更加丰盛的活命。所以咱看耶稣基督处理代志的时阵，伊毋是正面冲突，伊是怎样？伊是甲上帝三甲同工的，伊离开迄个所在，因为伊的时候还未到，伊就继续往北边的加利利去，了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要经过是真有意思的一个代志。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咱即马要去烟波，各位知影烟波吼，就是咱即马永福路行出去，了。到即个府城路口头前遐，还未到府城路咧。头前遐有一间大饭店，迄间或者烟波大饭店。安尼，耶稣要去烟波，但是呢，伫这当中呢，圣经讲，伊必须要经过南英上港，对无？但是伫即句话所讲的意思，其实伫当时内底。犹太人袂行永福路，因为对咱这条对咱教会出门去，爱经过南英上港无毋对，才会到烟波饭店。但是这条永福路呢，定定有抢劫、有罗蛮、有跌价啊，欺负良家妇女、抢劫你为这条路经过的旅客。所以当时的犹太人，若要对健康路迄间迄个啥嘉泽路中要行到烟波大饭店，因袂行永福路，因会对着健康路靠一连，靠去到西门路，甚至靠去到下南路，了后才佫窜倒起来，了后才佫对窜去到遐。过起来的时阵，才行府城路，才行到府城路，靠倒转来，靠一连，才佫靠入来永福路，去到烟波饭店。这就是当时的背景。所以，咱会当看见，伫这当中，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所在，圣经讲安怎样？可伊必须要爱经过。亲爱兄弟姊妹，迄是救恩的经过。
因为伫迄个所在，耶稣基督有要做一项代志，伊要来找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但是咱爱了解这项代志，进前的时阵，咱若是读这个圣经，咱会明白这项代志。原来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安怎样啊？是无来往的，因无来往，所以有一个情景。迄时阵，犹太人看见撒玛利亚人，还是撒玛利亚人看见犹太人？是犹太人看见撒玛利亚人。是安怎伊会看见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过去受占领的时阵，伫主前722年的时阵，北平以色列国，迄阵啊，北国就已经受其他的国家所统治。但是，这个国家统治的时阵，因用做混民政策，就是这大拢汉人。拢汉人的时阵，因就甲伊换一寡人出去，甲勇壮的带去因国家的首都，甲遐软弱的，也是甲其他族群的人放入来遮，互伊安怎种相夹因为言语未通为着讨生活因佫会彼此互相相杀，安尼安尼政府就较免用权力来管理北国这块土地。因为安尼缘故，因为北国伫主前722年前，伊就已经受到真济的朝代的统治换来换去，所以北国伫迄个时阵安怎样啊？就变做政真无顺啊！因毋是敢若犹太人尔，过去的时阵是北国以色列是12支派，拢总犹太人，但是即马含其他的国家混合。种族交换，所以呢，犹太人看见北国的人，并且北国的人也因为受到其他的种族的夹种，所以变做强悍，变做无遵守上帝的话语，变做较凶较歹。所以南边这边较传统，了因就看见北国的人。那用咱古早话，因就骂北国的人或者杂种仔囝，所以呢，因犹太南边这边、南国这边非常看见北国的人。亲爱兄弟姊妹，伫即款情景的下面，北国的人因的心也是非常的自卑，因感觉因辱骂了上帝国。但是伫自卑的时阵，佮安怎？自卑佮骄傲是啥？一线之隔呢？伊伫迄款情景的下面呢，伊又佮伫迄个所在，一方面感觉家己情类无顺，一方面又佮非常无爱甲犹太人往来。所以伫这当中有家族有即款民族的仇恨，夹伫当中。但是咱注意斟酌这样代志，什么人来经过这块土地？什么人来找这个撒玛利亚人？并且，伊毋是一个查甫人，伊是一个妇人人。伫当时的妇人人是无社会地位的，当时。查甫人会当受买卖，但是当时妇人人只不过是查甫人的财产。查甫人若讲无爱注意，明仔载伊就出门啊。所以伫迄个时代内底，妇人人是非常的无地位。但是耶稣会当甲其他的人同款，对着咱遮出门去。行到健康路，才对健康路，佮靠西门路；对西门路，才佮靠府正路；对府正路，才佮靠入来永福路，才来延保。正常行是爱安尼行，虽然路较远，但是安怎安全？
但是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啥？伊必须要经过赎价，必须这个字是救恩上的必须。伊遇到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人，用华语来讲，或者他向他递出橄榄枝，伊伸出友谊的手来。亲爱兄弟姊妹，稍微传道伫10月2日的时阵，正道有甲咱劝勉，仰望主的怜悯，互咱有侍奉的愿望。要侍奉上帝，毋是一个凊彩的代志。圣洁的活命，耶稣毋是好定奉献祭祀，乃是敬拜焦点，毋敢若是行动，是伊的心。行动无一定有心，但是有心一定会有行动。真正有心，一定会有行动。敬拜毋是礼拜的行为，乃是生活上的奉献。身为祭司的咱，爱测验上帝旨意，活出一个圣洁、互血炼净的生命。耶稣基督是带着这款的生命来侍奉人，伊必须要经过，伊这款的必须经过。谭拄已经甲各位介绍过这个地理上的经过。了，伊经过，伊来到这个妇人人家。圣经伫这个所在，我有省略一段。耶稣基督来到这的时阵，就含这个妇人人三角对话。妇人啊，耶稣基督甲伊讲：“请你予我水啉。”这个妇人人甲伊讲一句话，讲：“先生，你既然是一个犹太人，你竟然甲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讨水啉嘛？”这句话其实对耶稣基督保留了几若分的民主。犹太人无应该甲撒玛利亚人讨水啉，因为因一向看轻因。但是耶稣基督，这个妇人人甲伊讲：“你既然是一个犹太人，佮甲撒玛利亚人讨水啉嘛？”其实若要讲佮较歹听的时阵，是讲你既然是一个犹太人，佮甲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讨水啉嘛？那安尼的时阵，就安怎佮较侮辱啊！所以这个妇人人是有站责的，是有分寸的。但是主耶稣基督甲伊讲：“你若知影，你讨水啉的人是虾米人？你早就颠倒变过来，甲伊讨水讲，请你予我水啉。”妇人人无明白，伊就甲伊讲：“先生，啊你也无锁啊，也无家私，啊水伫古井骹。你知影古井骹是偌济无？咱古早的，咱台湾的古井吼，拢足浅。你若想哦，古早的时候，咱伫庄骹咧抢水，你著看哦，你安怎看会到水嘛？一时啊尔，了不起吼！咱对着咱徛的古井边吼，古井边吼，看落甲水差不多，就对遮甲下骹面安尼尔，甲涂骹安尼尔。圣文有一届吼。圣文有一届去以色列，伊就去参加吼，迄个雅各井。了，伊讲一看落有水啦吼，但是问题吼是，伊就感觉水足深嘛。圣文吼，这个人吼，原来有淡薄仔头壳，伊看到感觉足深嘛。但是伊想讲，这水到底偌深？伊就摕一块迄啥石头仔起来，甲对顶悬，你知影自由落体嘛？爱着甲弹落。一般来讲哦，咱咧石头弹落1秒2秒，咱的古井一定的石头就冻到水啊，就啵一声咚一下嘛吼。圣文伫遐算1秒、2秒、3秒、4秒、5秒、6秒才听到声，伊就知影水井偌深嘛吼。所以迄个妇人人甲伊讲：“啊，你也无锁啊，也无家私，哦，啊，你讲你会当有水互我啉，咱毋要讲喊过，对。但是耶稣甲伊讲：“你若知影，甲你讲吼，即个
对你讲话的人是虾米人，安尼你就知影。你就会颠倒挖头转来甲伊讲，拜托你家己的活水互我啉。了，这个妇人人伫当中啊，就讲无嘛吼，到尾伊就讲，啊，阮祖先讲吼，人敬拜爱伫吼这个山顶，撒玛利亚的山顶。但是恁确实爱伫犹太地，主耶稣甲伊讲哦，毋是，真正敬拜是啥？用心灵甲诚实，伫真理内底来敬拜，是照上帝方法来礼拜，毋是我要安怎礼拜。所以礼拜是咱尊叹上帝的旨意。咱既然讲是尊叹上帝的旨意，上帝对咱所期待是啥？当咱若是行公义、饶怜悯、尊谦卑的心，甲上帝三甲同行。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三项代志，毋是四项代志。我阁讲一解：行公义、饶怜悯、尊谦卑的心，甲上帝三同行。真侪人是该读做四样代志，行公义、饶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上帝三同行，毋是，安尼是四样代志。但是圣经是讲三样代志：行公义、饶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上帝三同行。咱要甲上帝三同行是安怎？对上帝降服，顺叹上帝的旨意，安尼咱才是真正甲上帝三同行。上帝讲一，咱就袂讲两；上帝讲两，咱就袂讲2000啊2000。安尼听有我的意思吗？所以，迄是一个对上帝的顺叹。所以耶稣讲了，伊含这个妇人人讲话，主耶稣买手甲伊讲啊，你去叫恁翁婿来，伊讲我无翁婿。主耶稣甲伊讲，你有过5岁，今仔你抑阁含一个做伙。你讲你无翁婿，这是真诶。有5个翁婿啊！过去你含5个查甫人做伙，即马阁含这个做伙，但是这人抑阁毋是你诶翁婿。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基督伫这个所在咧讲啥？讲顺势诶重要。咱若是伫咱诶活命，咱要甲上帝三甲同行，咱着爱照上帝规矩来行，毋是讲啊，敢有啥物代志会当保证啥？敢有啥物代志？敢就会较好，毋是。圣经咧讲的，就是规矩。迄个规矩就是代表管理。我要做这个代志，我就爱有这个管理。我若无这个管理，我就袂当做这个代志。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到伫落尾手的时阵，这个妇人人一看出来，伊讲：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了后，这个妇人人含耶稣讲话讲煞了，伊就安怎？甲水干啊放伫古井边，了后就安怎走入去，甲因庄头的人讲看，这个人将我所行的代志拢甲伊讲出来啊，拢甲我讲出来啊。莫非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应允的先知嘛？所以这个妇人人认出这个代志，伊就去甲庄园内底所有人拢叫出来。亲爱兄弟姊妹，咱也搁会记得迄个时阵，妇人人是当时出来抢水的无？透中道，你敢会透中道去抢水？伊谁爱透中道出来抢水？因为歹势嘛，歹势啊！我有5个翁，即马搁一个翁，这个翁搁毋是阮翁，所以伊感觉，所以敢若无，伊只好安怎？伫透中道出来抢水，因为迄阵安怎？大个人拢咧食饭，大个人拢咧休困，但是伊无爱互人安尼，伊已经受教育。过去别人对伊安尼指指点点的生活，讲来讲去，所以安怎？伊伫伊厝内底无爱出来。但是到伫即个时阵，当伊拄着耶稣的时阵，当耶稣了解伊，耶稣接纳伊。耶稣听惜伊，甲伊讲：你若知影你讲话是虾米人，你早着伊讨活水来啉。这个妇人人明白过来，耶稣无甲伊指责，耶稣了解伊的情景，耶稣基督甲伊讲话，耶稣陪伴伊，这个人安怎受到非常的接纳，伊欢喜，伊知影这个人听惜我，所以伊对见效毋是当受气呢。伊是见效受的接纳了怎样？伊过去歹势含人做伙，但是怎？
伊今仔日当伊会过去拄着遮尔济问题，伊过去遇人不淑嘛。但是即摆怎有一个人接纳伊，并且将着伊所有代志拢甲伊讲出来，伊还阁接纳伊讲，我会当互你活水啉，并且迄个活水是对你内面冲出来的，并且冲到永远活。伊心即时领受起来，伊就对着见效变做欢喜。所以伊撞入去砖头内底，讲来，好，紧来，有一个人。所以遐个人拢装出来，亲爱兄弟姊妹，尊敬以前了这个代志了，伊就安怎？迄个时阵啊，文图当妇人人入去了，文图因有一阵透中道去买物件，当伊倒转来的时阵，看到伊含一个妇人人讲话，迄个妇人人拄则离开了，因就真惊吓，因为安怎？一般的查甫人啊，袂安尼啊。特别袂含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讲话，因为安怎看轻撒玛利亚人，佮撒玛利亚妇人人，佮愈无社会地位，亲像耶稣接管地位的人，奈含一个即款遮卑微的人咧讲话呢？所以学生想无，但是因安怎又佮毋敢问耶稣，了因就伫个所在。甲耶稣讲，老师叫物件通好食。主耶稣甲伊讲啥？我有物件食，是恁毋知的。因就咧想，啊无，敢是贪拄啊？迄个妇人人，佮摕物件互伊食。即句话，耶稣讲，毋是。我会食物就是啥？尊敬找我来食的只做成因的工。亲爱兄弟姊妹，尊敬找我来食的意思，做成伊的工。安尼，咱需要大声知影，上帝爱咱尊敬什么货？耶稣基督必须要经过南英上港，去到恩宝饭店。这毋是生活上的必须要，是啥？是救赎上的需要，伊必须要经过。所以耶稣基督毋是凊彩行到一个所在，耶稣基督咧甲学生教一项代志。你的社会地位悬，你有能力，你有权柄，但是你爱安怎？爱向别人递出橄榄枝，人伸出友谊的手。这才是咱真做上帝儿女上介重要的，毋是干那咱家己活得快活，活得欢喜，活得讲啊，咱有一个圣诞节。圣诞节毋是欢喜快乐的时刻，欢喜快乐的时刻是因为人有听到福音。人有福音通好听，咱才会快乐，敢毋是？就是因为咱听到福音，所以咱有救主，咱会欢喜，咱会有快乐。总是咱敢毋是有那共款，需要将着这个福音，甲别人分享，甲人讲，咱就会伫其中明白这个代志，咱就会去做，并且咱安怎做正。耶稣基督就是安尼做的，所以必须是亲情上的必须。人生内底有真侪即款的必须，亲情上的必须养育甲奉养，职份上的必须就是咱做一个员工，咱爱甲咱的工作做好完成。救恩上的必须是活命救赎倒转来。耶稣基督较做的是这两部分，伊是主，伊是牧羊的人。会记得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无？我抑阁有羊是无伫这条内的，我安怎爱去甲伊找倒转来？因就共归一个牧者了。亲爱兄弟，咱抑阁有羊，毋是伫这个条内。咱即马拢共一条啦，你知无？
咱拢共一个调来，咱后这是安乐调的啦，咱这调是安乐调的啦。但是咱袂当干那安乐啊，咱爱出去，所以咱要出去。咱的文宣传道带咱伫社区服侍，咱的牧师娘带咱去文南里服侍，去友和中心服侍。咱的文管者带咱去门诺友和园区，咱去找羊，要互伊归共一个牧者。圣经毋是讲规一条、规共条，毋是。圣经是说啥？虽然无共条，但是规啥？共一个牧者。所以这是救恩上内底的必须。耶稣基督无顾惜性命，伊为着救恩的缘故，伊愿意行这条强途的路、土灰的路、落寞的路、得价的路。为着救恩的缘故，伊愿意安尼行、安尼做。咱今仔日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咱必须要遵行主的旨意。主耶稣伫这个时阵，就亲像咧对撒玛利亚人、妇人人所讲的：你若知影你所讲话的人是虾米人，你早就伊来讨活水啉了。门徒顾惜巴肚。所以，耶稣基督甲因讲，顾巴肚是重要，但是迄个做成找我来这的意思，迄个欢喜比食饱搁较欢喜。主耶稣就甲因讲，恁敢毋是讲到收割的时阵，还阁有4个月吗？但我甲你讲，夜幕午餐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会通收割了。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麦啊！麦啊，当种出来的时阵，布影的时阵是青，到尾手的时阵，伊会变做金黄色的。最后的时阵，伊会完全翻白，这就是完全熟啊，熟透啊。所以已经安怎？熟透你的麦啊，若无甲伊挂起来，伊就会落水。落水了后的时阵，伊会含，伊会搁拄着雨水啥，伊就搁布影起来，会含新麦啊，含旧麦啊烧。夹插，当旧麦啊和新麦啊烧夹插的时阵，就足歹收割，甚至会打死遐幼长。所以主耶稣讲庄稼毋是熟尔，已经安怎？已经白啊，爱赶紧去割。因讲佫毋是佫有4个月吗？主耶稣甲因讲无4个月，已经熟啊，即马就是啊，亲爱兄弟姊妹。当咱看到这个世代愈来愈败坏的时阵，如果咱顶礼拜，如果咱进前2、3天、3、4天的时阵，礼拜3，若有参加圣文结束伫线顶带咱的这个祈祷会，你会明白超级电脑愈来愈厉害。圣经伫启示录讲，将来会有一个物，或者兽，野兽的兽。这个兽，伊会灭绝，伊会欺骗，伊会行大神者技术。你斟酌来看，即卖电脑愈来愈厉害，甚至电脑会替人看病，但是无一定会准。但是呢，有个人讲，电脑即卖看病，伊的准确率30%。但是伊讲，咱看病，咱的医生看咱的病，敢会看出100%？嘛袂啊！有诶，打初期入来学医生，嘛无一定看了真准啊。电脑咧学习较紧，还是咱人学习较紧 ？AI 咧学习较紧，啊，咱人学习较紧 ？AI 学习较紧。即马电脑看病是30%会准，但是继续学习。40%、50%、60%、70%，但是到落尾，伊会愈看愈准。亲爱兄弟姊妹，电脑我都家己自我学习，但是咱人较无容易自我学习，咱较容易自我颓废。所以呢，咱会一直撸手机啊，所以咱爱斟酌。
圣文咧提醒一样代志，这个兽 AI 后界是毋是定义这个兽，这只野兽？因为伊全部的物件拢是啥？对地上来，拢是属地面的。兽有知识，但是安怎无灵魂？咱人有灵，圣经讲，上帝伫咱的身上分一口气，咱就称做有灵的活人。圣经又搁讲，第一个亚当是有灵的活人，落尾的亚当称做是互人活着的灵。所以基督是咱的灵，咱甲基督同行，咱才有活命。但是人若无明白、无认捌上帝、无认捌出来，咱若看袂清楚这个时代，已经比早前主耶稣基督降临审判的日子更较近了。安尼，咱真危险。咱爱非常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安怎？庄稼已经熟啊，cây石头拢宽好啊。人离迄个日子愈来愈近，咱剩的时间已经无久啊。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亲爱兄弟，这是一个真大的题目，有无？庄稼已经拢白啊，有无？白叔叔有无？啊，白叔叔。哦，这嘛速啦，把握时间，所以咱来为了这个代志三甲做的，你来看，台湾现此时，咱的乡亲人口遮尼济，咱着怎样看这样代志？虽然老大人有的时阵，咱也感觉讲老大人无啥路用。但是，请会记，圣经讲啥？灵魂伫上帝面前安怎同款的价值？咱必须要纪念，咱今仔日所以会当伫这个礼拜堂，是因为咱的信仰前辈，因的殷勤努力甲拍拼。咱感谢主，咱的新的一代，同齐兴起，愿意三甲做伙。来更新，互新的元素注入咱的教会。来，请咱掀开周报来看。第5面，周报第5面，消息报告第8点。消息报告第8点，教会要伫12月13开始圣诞的祝福行动。12月19要举办 Fire 特会，这个 Fire 的特会啊，毋是牧师举办的，是即一天咱的青年来找牧师讲，牧师是毋是咱会当伫圣诞节进前有一个祝福，有一个祈祷的礼拜？我就甲伊讲，我就听因的想法、意见甲报告，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伫要12月19圣诞节进前的迄个礼拜5，咱要三甲做伙，有一个祈祷的感谢，甲上帝修炼活命的一个祈祷会。亲爱兄弟，青年人有一个美好的想法，期待咱伫信仰上。有更新，有进入伫一个新的元素内底。圣经诗篇150篇讲，用琴、用瑟、用各样的乐器来学乐来敬拜。咱的礼拜当然有咱年长者的想法，总是咱一代一代传承，应该有乡亲、有壮青、有青年。有少年，有儿童，世代合一的祈祷。
所以这个祈祷会，牧师是充满期待。那盼望咱会当把这个日子先该拨起来，互咱会当三甲做伙，世代合一，同齐做伙祈祷，同心来敲找上帝。伫上帝的眼光来看，每一个礼拜的元素，拢总是美好的。对着上帝来看，每一个人的灵魂，无论伊到偌年老，伫上帝的眼中来看，拢是极重要的。所以咱教会有福音外展的事奉，社区关怀据点，每一个礼拜各小组出去探访，有人咧甲问这个代志，了后伊讲：啊，恁是安怎运行啊？我甲伊讲，阮文官这阮文官团队安排鼓励乡亲兄弟来服侍。咱的乡亲兄弟也非常的用心。我看是逐礼拜拢有逐组拢出去咧探访。伊讲：恁做甲逐礼拜拢有哦。我讲一个月要叫人出去探访，都咧招无人咧。我甲伊讲我迄个时阵雄雄才发现原来咱的乡亲是有用啊，无用，有用，来甲乡亲拍破者真正用的啦非常的用的啦了的时阵，友好日照中心是伫咱南区迄个所在呀。这是牧师娘带这个乡北小组，咱的乡北小组三甲做伙去好了 ，OK， 了解所以呢，咱会当三甲做伙，了文男女也是每一个的。每2个月一摆，是乡北小组做主体。了后，咱门诺诱惑是搁较，你看嘛，搁是倒咱乡亲呢。你看咱的乡亲有用无？我感觉咱的乡亲实在有够用的用。我你要用，嫁你用，安尼对无？对。来所以咱会当伫即个世代内底，咱真正。咱是头毛尾来带头毛尾来纪念上帝。来，咱来读一句话，预备，请。上帝彻底使用咱的教会，成做传播救恩，互人得主拯救的教会。亲爱兄弟，圣诞节伫要到，咱毋是干那做圣诞节的事工，咱是平常时的做，但是圣诞节是安怎加强做，对无？所以，咱同齐伫这日子内底，虽然无用，但是咱会当去经历耶稣基督救赎人迄款的欢喜。所以，咱同齐安尼来做的时阵，圣经讲，主耶稣讲，俗语人讲，迄个人也正，这人受割，可见这个话是真的。主耶稣讲，我已经为恁做成救赎的工，所以我找恁去，因为恁无法度救赎人。但是我找恁去，因为我已经为恁劳苦，为恁吊麻，为恁钉伫十字架顶，所以恁有物件通互人。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世代内底，咱毋是咧宣传咱的名声，毋是咧宣传咱做啥物代志，是咱咧宣传迄一位为咱劳苦、为咱受死、为咱钉死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咱毋是亲像法利赛人怨妒别人，耶稣基督的名声比施洗约翰更较有名，施洗约翰更比法利赛人更较有名。法利赛人上爱名声的，但是因经营无名声，因为因所顾的就是名声。施洗约翰证明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证明的是天父上帝，是上帝的国。咱敢看，真正的名声是对倒位来？对上帝国来的。咱若是伫地面上有名声，伫上帝面前无受纪念，那安尼，咱的人生就空空掉无。咱若伫地面上享受真济，伫上帝面前，却上帝甲咱讲：了无人，我毋捌你呢。
歹势哦，你是谁啊？安尼，我一生就拢总跪伫空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遵行上帝话，做正伊的工，这是伫友好吼所以你看，这兄弟姊妹，我每一届去的时阵哦，拢会把握机会邀请因信主。我甚至咧想，要安怎样啊，互因更较会当具体的来信主。因欢喜邀请耶稣，诚做因的陪伴。但是我知影，这个是一个初入门尔。因需要更较侪受栽培，因需要更较侪了解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真感谢上帝，就是咱的兄弟姊妹同齐做伙去这友好中心的时阵。原本伊是互牧师10分20分钟啊，我发现我即马愈讲愈长咧。我感觉袂输安尼去遐做一个礼拜，你敢知？有的时阵原本是1点钟，即马拢讲要到1点钟20分。我咧想讲后届安尼咱嘛，无咱换甲这会友拢甲伊算入去好啊，对。请为这代志祈祷。这是咱的社区兄弟，同齐做伙去探访、去关心。咱会通看见，伫教会、伫社区，咱所做的工。我相信上帝纪念每一位兄弟姊妹。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人，伊对受了解、受接纳，伊开启伊心灵，伊变成雅各井边的妇人人，伊认出上帝，伊真正知影伊的祖先所敬拜的是啥。伊传扬上帝的名声，所以伊入去到庄内，甲全部的人拢叫出来，甲伊讲：迄个应允的主已经来到。耶稣基督对伊来发出这样的话，甲伊讲：你心中的暗藏的代志，即款的物件，或者知识性的言语。有的时阵，有一寡人，有一寡牧师会为你祈祷。将你心中的苦情讲出来，了，迄个做知识性的言语。但是呢，耶稣基督佮甲伊讲，你会领受活命的活水，只有这智慧的言语，伊指出一个生命新的方向。所以，上帝灵伫耶稣基督的身上，咱若真做一个甲上帝三甲同行的人，咱就一定会愈来愈领受上帝同在的恩膏。所以你勇敢去为人祈祷，勇敢尽心甲上帝相同行，了勇敢为人来祈祷，因为上帝借着你去服侍着身边的人。有的时阵，我为人祈祷的时阵，我家己嘛经历这样代志，我就是安尼甲伊换手。甲伊三甲做伙祈祷，了伊就一直哭，一直哭。我就讲你是咧哭，有啥物代志吗？了伊就讲牧师，你甲我内底苦情拢祈祷出来了。其实我毋知影伊啥物话，我只是跟他照着圣灵的引传甲伊祈祷，伊的心就互上帝的灵甲伊洗清过。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遵行主的旨意，亲像耶稣基督去找人甲伊分享。当咱去分享的时阵，迄个画面会带来改变。通过咱去安养中心，甲这年长者三甲做伙照顾分享。通过咱去社区活动中心，咱去和人分享，拢用逐款的方法去，即款。是咱活命的必须。这个必须内底，圣经讲，咱抑阁有后生查某囝，也未信主，咱爱含伊谈论圣经的价值，圣经上帝话语的应准。咱伫这份上的必须，耶稣基督讲，若是请工，毋是牧人，又毋是家己的，伊看见狼来了。伊就放落羊群，掠掉羊，赶散了羊群。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是诚侪耶稣基督的小牧者，
咱愿意甲耶稣基督同款去敲碎遐羊倒转来。更较重要，咱家己也爱带伫羊条的内底。搁再来，伫救恩上的必须，圣经讲，着信主耶稣，你甲你一家拢需要得到救恩。所以救恩是必须要传，必须要吹，必须要信。咱需要进入这款活命的事奉。咱搁掀开周报来看，第2页，周报第2，毋是第2页，歹势，第6页，周报第6页。咱伫这当中呢，有看到这个表，表格第2部分小西门里关怀据点，这原本是11月26日，但是即摆呢已经改过来，因为风台缘故，所以咱改来12月初3。所以咱该看的时阵，咱分做伫咱安乐圣教会小西门里关怀据点甲城安圣教会。了，搁看到伫第12月13礼拜六社区圣诞联欢会。文娟姐，这是伫咱礼拜堂对无？所以虽然伊是小西门里关怀据点的福音行动，但是举办的地点是伫倒？伫咱礼拜堂所以请咱兄弟姊妹，时间上若是稳准，咱会当三甲做伙来支持，来斗相共。通过安尼，咱来服务咱的社区，咱通过安尼，甲主耶稣三甲做伙来同工。搁再来，伫12月17甲19，下晡的4点甲4点半，或者是到5点，伫水沟社这个所在，就是消防组南门路迄个消防队遐，甲这个小迄个啥，迄个水沟社公园。迄个水沟社路，迄2个交叉口遐有一台细只飞行机，迄个战斗机伫遐，迄个场地遐，咱会伫遐有2天，就是12月16甲18，咱教会原本这是拜托这个天主教南门，毋是南陵堂的服侍，总是因感觉因无法度负责甲5天。所以，就来甲咱参详，是毋是咱会当家斗相共？咱也感谢主，互咱会当三甲做伙，同齐来侍奉这个城市。所以，咱需要主持人，需要音响、麦克风相关的乐器。我即马搁来拜托民工兄拜托阮阿公搁来分萨克斯风咱请兄弟姊妹，你时间上若是稳准。拜托会当三甲做伙，讲来冲一下人气的啦通过安尼，咱会当伫迄个所在，无一定会当收割，总是会当伫迄个所在夜景，人为遐过，咱嘛会当分这个团单来引带来甲因三甲做伙，所以这是街头传福音、传佳音的行动。了请为着牧师11月17甲22，以及11月。初甲初4有2个无共款的所在服侍，明仔的时阵就出门要去深圳的所在。圣经讲，亲爱兄弟，你莫感觉讲我年老我少年。来，咱来读这段经文，请。耶和华对我讲：你毋通讲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乡遐去，你拢爱去。我吩咐你讲什么话，你拢爱讲。亲爱兄弟，所以亚利米其实足少年，迄阵还未20岁，上帝就呼召伊。但是讲上帝，我遮少年，上帝甲伊讲：你莫讲你少年啊！上帝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做上帝讲无分少年老，甲伊讲。所以拢总爱去，佮再来，你甲看上帝甲保罗讲啥？虽然讲迄个时阵其实保罗已经要互掠去罗马政府审判，但是主上帝甲伊讲即句话，咱同齐来开声来读请。夜间主伫异象中对保罗讲：毋免惊，只管讲，毋通掂喙，有我甲你同在，必无人会当下手害你，
因为伫即个城内，我有真济百姓，遐百姓敢有看？无看啊！但是上帝讲啥？我会甲伊显明出来。遐百姓，咱敢有看？咱无看，但是安怎？咱来去甲伊找，甲伊安怎找出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毋免惊。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毋免惊，只管做主的工，甲伊讲。所以呢，上帝安怎？甲少年人亚利米同在，上帝嘛甲壮年的保罗同在，上帝同款甲安怎？年老的约翰同在，写启示录的约翰，迄阵啊已经80外岁啊，但是上帝甲伊同在，所以亲爱兄弟，勇敢起来做工。了后，这个福音人安怎？伊因为耶稣的话。就信，但是到路尾手的时候，这个福音人入去了出来听耶稣的话，终其路尾，我敢有甲用，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多了，请你注意哦，请咱注意哦，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多了，请咱斟酌注意这样代志，是因为你的话，也是因为我的话，信耶稣的人就多啊吗？毋是，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人会信耶稣是因为伊的话，甲伊讲来。所以因信是啥？因头先是听到信，因为耶稣的话，因为耶稣甲这个福音人讲的话，因就信了这样。尾下的时候，因就讲：即马阮信安怎？毋是因为你的话哦，是啥？是因为阮亲自听明白哦，知影这是啥？真正是救世主哦！安尼有足好无？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圣诞节欢喜来做主的工，咱求上帝施恩赐福伫咱的身上。这个日子去完成，完成就会带出稳定，必须咱去做，就会带出稳定。超做上帝的心意，会当正确遵行上帝的话，了对别人的话。了解明白，最后咱的形成经验，最后咱爱安怎正做福音的见证人。来，最后甲兄弟姊妹讲，咱来正做福音的见证人。圣诞节做伙来拍拼！阿门。三高爱祈祷，祝你的听甲阮同在。互阮会当亲像撒玛利亚妇人人，听见你的话明白过来，阮欢喜甲会当去甲人讲，了人对阮听见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因听明白，因就甲阮同款，阮甲因同款，同齐做伙互主你所救赎，同齐甲主你同齐来成做上帝的儿女，欢喜伫上帝国。来做天父上帝的工，遵行找我来者的旨意，互阮的心得到真正的满足甲欢喜。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有心爱兄弟姊妹无？无，咱这时三个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将着咱对上帝所领受的恩典回应伫主的面前。咱先甲这首诗歌唱一节了后，咱才开始奉献。咱三甲做伙伫这所在同齐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先唱过第一节的时阵，咱才开始来奉献。咱同齐起立，用感恩的心来奉献。我心在靠摩里主，我被紧紧跟对你我等个做爱，永远的地，你鲜血的羔羊湾，我的因你奇妙生命，
献上我的恶路。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靠无你阳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允，我安歇伫你怀中，我要用世人挂上你的恩典，你教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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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迄一位丰富赏赐万通米，互人响应的主上帝，亲自接纳你所回应伊一切的疼痛、感恩甲奉献。各愿上帝接纳你甲你的家庭，互你甲你的家庭伫主的面前行伊的道路，受圣灵的引带，伫所做所行一切的事上，满得伊的引带甲接纳。各愿上帝赐恩互你，互你的灵魂兴盛，互你的身体勇健，互你一生的道路得伊圣手的引带，叫你出也平安，入着得福气，互你的日子诚多，济济人的祝福。愿上赞阿乐荣光归乎爸上帝。愿喜乐平安疼痛富足甲能力，伫你的身上因基督现最大。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那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上帝祝福大家平安。